尊孙经线前言如同大人事大天命，这当然是咧讲啦。咱修办道，因为师尊师母已经离开去啊，到这囡仔国家出嘛离开咱啊。哦，啊，像咱愈来愈快着咱的前言，咱的负责人才不会点样说话，因为这是尊孙经线前言。哦，伊讲比如讲，咱像大人事大天命，是安尼比如同啦，就咱亲像安尼，因为咱当然讲啊，师尊长也无咱要安怎，师母长也咱要安怎，咱像当时世尊一个要归空长伊，啊，咱尊者来讲讲啊，师讲啊我做世尊你归空长伊了，我要以心量为师，哦，世尊就讲以戒律为师嘛，以戒为师。哦，只要你真正有要修行，迄个戒修的条就是师。哦，当然意思是内底解开始的，师尊师母长伊，到这年长伊，这后日咱的真的这嘛一个离开来去。但是世代相续，哦，咱有一代传一代，这是因为阿公传老爸，老爸传囝，囝传孙子，因这是一代传一代，这是相续。咱道场呢是前言无合一代传一代，是安尼，这是相续。啊，这个相续内底当然咱来知影，这也做尊前提防，做尊师用，这也做前言讲过言前言，咱去感受。若要前言因过去拍拼，今仔咱无咱一代。咱这代若无拍拼，咱后边一代。哦，简单讲，学校的囡仔若有后边，若无娶某孙仔，迄代就走袂出来。哦，啊，当然就是若讲有娶某有结婚，啊，都有拍拼，啊，孙仔迄代出来。啊，有孙仔迄代就才有下一代，这做代代相承。哦，啊，这做互相不能断绝，大家爱互相支持落来。哦，啊，你可想起文殊名，可赞感念，赞之间。这不是咧困难。咱感觉想起就讲文殊的名，哦，而且天命的殊胜，哦，文殊交代互咱使命的尊贵，咱使命的这个责任的重要。哦，伊这文殊名内底有不然种意涵伫内底，哦，有天命，师尊的天命，若要天命，甲咱一致，咱其他咱无法度通条要向修进这条路去行。若要师尊的天命，师母老大慈悲，甲咱连入门墙，互咱虔诚忏悔。请靠了，互咱就过忏悔班，甲咱的罪过是寄入去，以后互咱用着一心轻松的心去修办道。咱今仔我都将自在这里讲，业若吹着，搁较大声咧等等，真的，你莫讲我作用咧，病魔若好，业若好，病就好，病魔一个好，较大声咧等等。哦，我昨天看一个拍一个病就完起来，啊，迄个人同事，我讲。用的时阵哦，一个人照顾规个道场，真的。哦，用的时阵一个照顾规道场，啊，当业一个交病魔一个拖包倒吹着了倒伫啊，魔爱过来照顾伊一个。哦，你较信？身体用的一个照顾规个道场，当咱身体照顾的时阵，爱过来照顾伊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哦，所以咱今仔而且会当安然自在、安心而且修行。这师母、师尊的老大爷，你看大恩大德，我是搁重复一遍：是感恩、甜恩了才才能感恩了才才能报。啊，要知就是全心做去，用心伫内底，你才会感受会到。啊，无咱的去应该。所以咧，我咱咧饲囡仔，囡仔若有效的，我爸爸妈妈辛苦为着这个家庭付出，我要报业恩。这是这个囡仔基本，啊，一般咱讲叫做好积德啦，生着好囝儿。了话讲我还是大应该啦，一代传一代，饲囝看做饲囝应该啊啥？问我饲囝是义务啊不孝的，应该，迄就自然的啦。后日我嘛是爱饲，我老生嘛是安尼饲，你后三岁啊，啊生嘛是安尼生，伊就安尼有这种理论出来。咱就走到讲出讲要谈起落日手艺就讲迄你看食酒的拢会生谈，古人迄个做古人的偏见嘛。啊，咱的念头是一个心念是一个义，所以你看做中用来看做一个中，这个念头要对遮生出来，要对遮出来，360度，任何一个方面拢会当练，拢会当起验啦。啊，所以咱人的心情会好坏，个人的想法，个人不同的不同的力量。不懂的时刻，有的是乖到哪不来，有的是歹到哪不能遇不了。原因是啥？其实嘛是共一个心情，啊，他会差袂得济。所以咱有想起师尊的名论，师尊师母的名师名，咱有想到。天命以前我本来依附在互咱的师命，咱
咱使命有甲完成，交代互咱的人才责任，单主的责任，哦，领导的责任，点样处的责任，哦，大家咱的使命，咱所担的个人担的使命，大家拢天命伫咱的身上，使命伫咱的身，咱有尽就去做，咱敢有想过？可曾想起，咱有想过？人世间定咧讲一句话啦，或者有过等等。人世间咧讲一句话啦，吼，阿家物件，咱若听我是听，若回想过去，我甲爸爸拢讲，你着较会晓想，我怎想，安怎做会晓想，我较想嘛是食的，是安怎做会晓想。伊讲你着较会晓想啊，后尾做是足艰苦的，我感受袂到，艰苦落去咧看我，咱家己咧感受无感觉。为什么他无感觉？做了了，艰苦咱就受过来。但系佢脾气啊，比较有出息的啊，就是啊。但是到近了，你还是啊，这个话我嘛是甲我囝讲的。啊，阮囝后尾嘛有甲这个话捡来顺咱讲的，是有甲意思嘛。但是你听唔听，当下讲你敢有想？第一，放弃咱家己，讲是安尼讲，第一等到咱身历其境，咱已经去接触着啊。哦，到底遐偌艰苦的，啊我做点点到底遐偌苦的，你去拄看卖。哦。真正咧话来去别去咧看别人讲哦，较贵就走来遮咧享受，都计是拍啦咧，你多看卖你知，你偌艰苦咧，你爱呢？你爱袂爱对呢？真诶像昨天迄一边仔迄层咧，毋知啥我毋知影。李王讲啊，拜托啦，看我着安怎做啦，求一个啦，足艰苦诶啦，家己啦着。真正有影诶，你可能是拢赢。李王讲啊，拜托诶啦，我遮足艰苦，要安怎样啦？你甲我教一个啦，无我会死啦。我念开头，啊唔呀，当你病起来的时阵，讲嘅答案是还是而且讲嘅足奇怪。啊，所以咱即个应节咱爱好好啊用，真诶哦。咱会用就咱好好用，甘愿落去用，甘愿做欢喜心。无后尾咱后悔，拢来不及啊。所以咱有想起无，咱家己当然好好想看卖啦吼。毋是讲落前辈才甲咱讲咱同样的意思啦，我若是要得学啦。但是各人互相勉励啦，大家互相勉励啦，咱也是咧学啦。毋是讲啊，点样书咧专门咧教育人，毋是安尼啦。其实点样书跟更加爱拍拼，真正。啊，事实上大家爱互相，伫即个当中咱爱去思考。今仔日咱生心感受天阮注定有来了，咱真正咱即个温有报，咱即个温有利，无咱常咧讲感恩啊、感恩啊、慈悲啦。真正我们有没有从我们内心里面挖出那一股的力量出来，或者只是说心念转出的机器？好像咧讲的，哦，咱有感念纯情的，真正的。若要千年咱种树，咱今仔日无人乘凉，真正的。哦，这根性咱大家拍拼有对，咱家拢算拍拼有付出有对，咱的感觉。后边咱搁去看，来得出来，哦，这自然的，来得性就安尼。但是伊捌想过，要去这根性爱付出偌济，爱用偌济心。咱有感受到前年者若无安尼，前年者去甲咱鼓励，去甲咱成全，咱今日。啊，当然，意思你讲这是要做，毋是讲咱要去感恩你啊，你把这个感恩化做实际的行动，由咱来做起。所以不是按感恩，先不是按感恩拜啊，不是按去甲人拜，先是按咱去效法你教育来做。叫做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嘛。咱大家知影啦，吼，来讲。第二，这是这讲这段有一个因缘的啦，吼。大家讲，修道如果背书因，就是天道的愿路，为天命殊成愿传，为天命殊成愿传独尊，就是修道中的败类。这老前讲这有重担啦，啊，当然这是迄阵拄啊有这个祖师，咱大家这个知影吼，就讲迄个做处理，吼，这是迄段因缘才会讲这个话啦。啊，当然一个圣者要讲人话，就咱像孔圣人当时伊看人咧做迄作用吼。死人啊，家己用人类陪葬，啊，咱像咱即个看做兵马俑复出来，真是用迄死地方葬遐做兵马俑。啊，较早尾也是用假类来，甚至较早是用真的人类做类陪葬。我头遐知影的，较早山吼做路咧做无值钱的，拢无知无知。那像美国的乌龙。而且当时买印第安人，迄银元我嘛全部保障无银元的时候，就讲人会使卖，只要你无钱，只要是无钱，是大人甲你卖出，所以咱会当卖人，卖囡仔，啊卖去就做
你死就死，叫你死就死。伫较早帝王时阵，人王侯将相，或者是大好嘢人死，也讲啊，这个人死，无这条路要去，到尾顶倒去无看，我那就买唔知啊，做要甲台。啊，毋是死，而且甲台做活台，是甲台陪葬，用活人去陪葬，较早就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孔圣人伊去看到迄段，伊就讲一句话足严重的，顶骂人，但是圣人顶骂人靠袂住，伊也做讲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？就讲上起头设即个讲死人，爱活人去陪葬，即个一定无后，无后代啦。无好就是讲爱作死就对啦。早咱今日讲迄科学业侪种啊，咱若讲白话版话就是啊，圣人真正安尼讲，啊有影迄个人要讲着就要做，啊受过知影，啊到尾来去感受着啥喏，啊有怎用假人啊吼，做假人做用迄个论做，就是安尼。那么圣人的讲话讲当伊就有个言语啦。啊你讲，比如讲，咱有时啊袂瘾啊袂了较重对无？啊有时啊袂瘾啊袂了较重，因为伫这当中已经囡仔做了较过分，所以有时啊咱袂当下较重，有时啊一步手头会较重，因为较气嘛。啊老一个咧讲这事实上，你讲爱咱多少受烦恼，所以讲咱若违背师命，就是天道的烦恼。啊违背师命这个含义，这个意涵可大可小。会当讲工作法，嘛当讲作少啦。敢若讲孝有大，孝有中，孝有小，啊不孝呢？不孝无小，不孝无中，不孝无大，不孝。当然，迄个意思咱去甲划分，就讲高人讲，咱若如果讲全台湾省上校，就考调台医学系，读册囡仔上校，差不多只有时间就变全省上校的时间。当然，有诶要去考诶，有啦，不可能考去上校诶分数上校就是台医学系。但是算入了遐台医学系遐内底嘛，佫会当佫要分等级的，嘛佫有迄个上校的，佫普通校的，有迄个参班的，但是迄人是本来迄个比喻，同样意思。咱今仔讲违背师命，违背师命，如果背师命就是天道的。即句话人甲讲到瞎吹毛求疵，就讲讲到讲真正伊的完美的境界，咱任何一件事为师，咱就是违背师命。啊，当然要做到这困难啊，咱政府袂困难。咱会有这想讲，就有下我这听无下我就无听啦。啊，有下是啥啦？咱过年咧讲一句阿妈话，讲因果干讲，以后大事你决定，小事我决定。啊，大事是啥物做大事，啥物做小事，这个我决定。这意思听好无？大事互人做主啦，小事因我要做主啦。啊，啥物做大事，啥物做小事，这个因我要做主啦。哦，啊，这意思咱听有啦。就是讲，咱会去想讲，啊，这有下我咧决定的，哦，毋是师的意思，毋是师决定，是我决定讲，安尼有下，安尼这比有这个情形。啊，事实上当然咧讲起来，这当中是应该较大个过程，并且已经是乱传了，违宪令书成乱传，独尊家己去做情书做纸，当然这咱有白啊。所以就讲起来，咱下咱也无迄个能力啦。要读书咯，要亲书做作，迄若无三无了把手就无能可能。迄真正啦，你若讲，你若讲无了把手，就讲要叫你去亲书做作，两个手咱嘛了，咱嘛一个翘，看做翘到好可怜。哦，确实即阵个，但是迄人就袂，当然你当做一种，人讲领人要来科德的人，不管总是因缘成就安尼，不过我们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咱要去检验的讲，大事是背书命，小事也是背书命。啊，修办到咱要真正去修迄个代，所以过去世尊咧制定迄个代，比丘年代，比丘界就较少，比丘年代就较济。至今伊进入到讲菩萨界，伊迄个菩萨界的精密，迄个菩萨界的庄严的严密度，一点点仔都袂使互你学过。像咱这个交通的吼，即款啊做交通，嘛做即款啊做红领青领色工，雕塑画面啊，用要翕相的，你脸啊变红顶，外脸啊甲磕着，你毋能讲歹势，我脸啊拄磕着尔，我无超过咧，是歹个问题。真诶，一点点仔都无你是下线数嘛，一点点都要当互你差别咯。啊，若较早交通车尔，我搞着数尔，你若要发落尔，以后你交通就发袂落啊，绝对发袂落。若讲安尼个开的，就人就真买啊。我都要冲到挡袂着，你把我搞着。但是真一般翕相的，只要你敢搞着，你翕。啊，翕行来了，有话通讲啦，像安尼，一足重要。所以，这个严密是咱来去思考，就是讲，这内底这个代，这个有师
背书了，这等你家己去重严咱家己是看，咱要安怎去想，啊，这个人的手顺，人有在讲就会讲，每个人心中各有一把尺，可能有一把尺，啊，这支尺咱的尺顺是要大的要小，这个家己规定，这歹甲咱限制啦。真正的师尊嘛，歹甲咱限制，师尊15条法规，甲你将定15条法规，甲你颁定话，这个15条法规颁定话了，咱要修到什么程度，咱要做到什么程度，嘛是随着咱个人咱内心的一番修持，咱的因地，咱的因性去做，是安尼。哦，单讲一个讲修办都讲爱重心轻缓，啊，这个重心轻缓到底安怎做重心轻缓？个人的程度到对啦，这是一个个人的意见啦。啊，所以今日叫叫做注意，上天嘛做注意，咱做不足，咱做了过头，咱做了无够，上天嘛是安尼，嘛是安尼默默的把你影响，因为道在默默影响。只是慢慢甲你影响的，伊袂来每袂使，来讲安怎样的，但是会使袂使，咱做有做无来，真无要紧，大家拢安尼问，对咱像学生仔去学读册，读有啊，咱读无啊，但是等到后日出社会就知影，出社会就输赢，而且呢，读有册出社会出来就是风光啊，读无册出社会出来就是爱受艰苦啊，真的，我记得雕塑啊，两个少年家啊。要头家请两个少年家，拄煞拄到变样，少年家咧做有力，啊做无美感。人讲有力无美感，迄无分文，好硬死命，大细的枪，啊枪安不是重嘛，枪半个人都离啊休落啦。啊，无咧讲讲即种拼命啦，这做工无了无样，都是社会出来的。啊，着冲了一步的，一发人做热心，啊头家也袂歹，头家人一般穿衫裤，头家拢加200块五。所以真拼，真强真强！你咱做工作你忝，你有负担也无分文，啊爱请教老师，看这边咱做啥好做，迄个物件爱抓出，安尼才做会久，哦，确实就是安尼。所以，伊别少年仔，人有诶出少年出社会，伫科技内，伫看做啥物高科技内底服务做工，是1个月18万、10外万，啊伊迄拼一工穿衫裤，拼到2000年，楼顶楼骹安尼做。你较想，啊嘛是，啊无比，这才无比人较歹，嘛无比人较无嘛，生做嘛足缘投的，啊差会对，差伫少年时阵读册，像我安尼，都差伫安尼，啊当然是后日咱逐个人生拢相共，但是为着讨论会继续咧讨论会，当中人有诶辛苦做倒去，你讲我差济，是绝对差大，原因咱真体修毋是。这咱来清楚，真正这咱来清楚，这个代志咱特别无清楚，后日咱对咱家己无交代。哦，啊做，第一要做甲毋做，老师伊袂讲硬教你讲，你定爱安怎样？对，所以咱来知影啦吼，为天命，事成完全当中就是修道中的摆当然这咱袂安尼做啦。不过咱是做安尼介水安尼尔，不然这互我相信咱大家拢袂安尼做啦吼。违背天道，违背师恩，沾染别性的毒，沾染别性的毒痰。哦，就是违背天道，违背师恩，这也做沾染别性。哦，这违背，这违讲要真难啦吼。当然，这是有感而发，不过这不是讲啦。呀，咱若无做就讲人，啊，咱若做咧，嘛若是咧讲人就对啦。简单讲就是安尼啦。当然，真係讲咱正面做这个代志啦。违背天道，违背师，所违背这件是足严重的代志，啥公安啦。所以善之为定莫大言，咱一定爱修一个善，交政治相同，交土相同，你种啥生啥，哦，点啥话就生啥话，哦，这叫做善。咱言师有信，咱人的信体，咱人的信根，哦，咱人的信心，咱人的信念，咱家己爱把握好势，通过的好势，坚固的条。这个定是足大，所以善为道源，功德无一切因缘就会成出。啊，咱今日要做修行，咱当时入道场了，入道以后心性果修是心忏悔吼，这爱是心修炼。如有牺牲，皆会做所不见。其实变做咱10条台湾，咱已经原理拢入袂啊。咱今仔咱先修，这爱知影，爱有去思考。如何搁再来？咱清考了，一个清考完，忏悔了就忏悔完。清考了，离新春完归完拢逐年在入，
咱大家在你迄个原来拢心灵勇敢的，心灵勇敢哦。啊，若无呢，天天为地，天当累不心，啊无啦，有个说我若无用讲着。哦，那今仔讲一个有话一个讲一个，有话一个讲一个，天多多人讲伊嘛，讲目标的事，但是这不是讲讲语言实践，不是这样子。一年来面前来咧讲，咱这个神，伊目的伊用车要甲咱规范，学校为什么要修？要修这个校，或者要设这个校规？老师为什么要甲你规定？讲学生囡仔住宿舍几点以前爱入来，学册爱安怎？为什么要甲规定遐尼济？哦，咁好玩嘞！原因伫对啦，爱人，要保护人，原因就是这样。哦，要互咱相信，要互咱相信，要互咱真正以后会当做一个伫社会，然后做比讲在伫社会是一个良民，啊在群众是一个良兵，是啊，要互咱有成就。当有意思，其他是头前讲起，嘛是要互咱有成就，所以甚至规定国大人一定要咱来保守个了。所以修行实践礼仪良品，修行实践，咱所发出来信的一款信愿。咱爱信，所以礼仪良品啦，吼，啊，这八德啦，术语啊，这礼仪良品是术语嘛，古出思维，术语八德，这拢咱爱信，因为这是种性中的元素。那像咱老咱初中大概刚开始，忠孝不俗，这样，仁爱不讲，勇敢，信义不讲，和平不言，这咱爱清楚。这是伫咱自信，伫咱自信中就有啊。中央礼仪良品，伫咱自信中有啊，是咱免做。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，是要与不要的问题。等到像讲评委主讲的讲，评委主要当初就是比如，做个比如的，啊，当初的讲，只鱼啊吼，啊来做去哦，我做去哦，伫海里去鱼，迄个我做扑拉来，啊，迄个扑拉就变变大去啊，一尾细尾去啊，啊，多一人行落，我人你要倒诶，伊讲我落要来，拜托你若去看一挂桶水吼，来甲倒落，我当咧要枵死。特别饮食啊，特别我做无水，特别打死啊！迄个人讲好啦，等我来北海吼，开一条路，开一条沟，把北海的水引来河里啊！你看你开来，我哪会死啊？讲个笑，我著一巴桶水就把你讲要去引北海的水来河啊！你安怎想？啊，即个是叫咱是明星讲，叫咱为哪只一支，就讲迄阿伯手抓袂起来。手伸起来，甲迄支手机按落来，咱讲迄我无法度，这毋是无法度，这做不灵，这做不灵，是不灵。啊，若讲叫咱去下南山，去甲南山摸来，啊来甲海，讲安尼我无法度，安尼讲这做不灵。无法度调不灵，伊有差别的。啊，今仔日相反讲，毋是咱不灵，不是我们不能，是我们不会的，是咱无想要做，是咱无能做。这咱爱清楚，所以才讲五常八德上修乐，上乐修莫作其书为理也。真正，五常八德这拢无绝对，咱这边不做解说啊，这咱大家听道理啊。你们所听咧讲听过一部车伊啊，不然拖啦，是警察要做，做较袂出来，无听听我济啊。哦，五常八德这袂分用，这咱大家清清楚楚，性中的元素，咱自性中富有真正性。完美、足完善的至尊至贵的一个宝器，一个道器，太水了，真就是咱甲拍，我做甲看定去安尼尔。所以讲，咱爱落手，莫做一个虚书诡异的人，真正人做这，若做这吼，事实上，而且讲入道就比无入道就差差。啊，咱像咱咧鼓励人请教了去破解吼，迄实在是无请教比有请教较好，因为破解。啊，但是若无破解的情况是比无情况较好啊，所以讲起来讲，咱爱知，今仔伫即个经验上内底，伫即个世间的经验，咱如何，咱将即个天恩事业上迄伊所爱咱的，迄点心是要叫咱安怎做？咱讲啦，修办做，咱一直较爱甘心，爱甘心。